萧兄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让我来吧。你那剑就算起浪也只有1瞬，够干嘛的？其实1瞬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把锦杯公公逼回他的小船上，那时候再起浪。莲雾劫，动手！都是雪原城的，我也不能落下。嘿！秋水诀，一起上！剑仙诀，气势不错，在那边。可惜，穆兄，出剑吧。这一剑，还请用出全力。动千山，起万重。穆兄，趁现在，我们快走！全速离开这里！